阿尼玛亲，阿尼玛亲，承认为谁？13。似乎阿尼玛亲常常想独自远行，至少有2个传说总被人们念叨。一个是说，接中喀巴去往拉萨，阿尼玛亲也想重归冈仁波切。2位山神是什么缘分我忘了。总之，他的骏马昂首扬蹄，欲想西奔，把整个家族都惊动了，父母、兄弟和儿女，宙斯、管家和将士。他的妻子供上了几百载净水，他的宁度也供上了几百载净水。他的舅舅伏在地上说，从我身上跨过去吧。他只好勒马回返，至今仍可望见那片蜿蜒的山峰，宛如匍匐的身躯。而另一个存在于血和泪水中，与1950年代的大反转有关。14。转山之初，我有过可笑的恐惧，比如夜晚睡在路边的帐篷里，会不会被强盗或者不明动物袭击？那可怎么办？那下个不停的雨，会不会变成山洪，将睡梦中的我们卷走？那可怎么办？又比如白天走在起伏的山坡上，一只鹰在我头顶盘旋啊盘旋，时不时助我俯冲杖，又猛地冲如云霄。就想起母亲小时候在草地上躺着，美滋滋地吃着风干的牦牛肉，突然有一只鹰自天而降，不但从他嘴里一把抢走了下干部，还用黑黑的翅膀扇了他一耳光。小女孩吓懵了，捧着肿胀的脸，直到望不见那鹰才敢放声大哭。还有拉萨人民热爱的盲艺人阿卓楞杰，当襁褓中的他被劳作的父母放在田间，一只乌鸦扑来，啄走了他的2个眼珠。我也怕被掐过3耳光或啄一口，他为什么总跟着？15。一路上的花花草草，除了克萨梅多我都不认识。我用手机拍摄，用下载的植物软件辨识，显示的全是生疏的学名，也不知道对不对。比如那黄色的是牛果紫金龙，紫色的是紫丸花，还有圆穗鸟、早开锦菜、达乌里芹球，还有牛蒡、尾鳞菜、绿绒蒿。无知的我一个也记不住，以致忘了说把花儿献给菩萨。这个软件也不是无所不能，有一种奇异的干花它就认不出，不得不显示，竟然被难倒了。这干花或者说空心的花苞发黄，近乎透明的外壳布满经络式的纹路，紧紧地挤成一堆，让我陡生踩一脚的冲动。
但又觉得无所顾忌的财有罪恶感，就像造下杀业，而他们具备了一种无辜的美。